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啊。咁今日咧拍片嘅日期係12月19號，出片嘅日期咧就係12月20號，即係你哋各位觀眾們睇呢段片之後嘅一日咧就係冬至。咁我就喺度祝大家冬至快樂，同埋就嚟聖誕啦，就祝大家聖誕快樂啦。咁喺聖誕嗰陣12月27號，唔係12月28號嘅凌晨。我會出新片嘅，我就喺12月27號夜晚我會邀請3位觀眾一齊去玩建築一座塔競爭者同埋呢個嘅，我諗先，仲有一個隱藏集數就係30訂閱嘅普通話特輯，嗰個係偷走一個老熊。咁我係第3、第4集我係一齊連住㗎啦，只不過係有2位觀眾會離開咗先，跟住之後就剩翻1位觀眾同我玩咯，就剩翻1位觀眾同我玩偷走一個老熊。而家個偷走一個老熊好難升級喎，啲老虎迷音都全部攞咗合成。咁我啱啱諗起啦，第3集呢係連續踩3個遊戲嘅，分別呢就係呢。係普通話特輯嚟嘅，嗰個25訂閱我未拍，我遲啲補拍翻。30個訂閱都係嘅，啱啱達到30個訂閱。拍片嗰日呢就啱啱達到31個訂閱，咁就多謝各位嘅支持啦。仲有呢，呢個我呢第3個遊戲就係第3集第1個遊戲呢，就係拍建咗座塔，第2個呢就係競爭者，第3個呢就係呢個嘅巨魔刺刀塔4啊！到時候我會入我嘅私人伺服器嘅同班觀眾。如果唔得嘅話呢，如果佢哋唔得，就會入翻個公共伺服器啦。巨魔刺刀塔4係。再唔係就係巨魔刺刀塔 Tower X 噶啦，呢2個其中一個會揀嘅係做我哋最後一個遊戲。跟住呢個遊戲係個中間係森林的99天嗰個樣嚟嘅。咁快就講下就刷新去到終點啦，刷新嘅。啱啱講咗大陸口音，唔好意思。小弟之前講普通話，不過而家普通話冇乜咁好。我哋再刷新多幾次。呢度有個通手，好嚟個棍。啱咩啊？點解打人啊？睇下森林的99天嗰隻鹿嚟啊！我哋再刷新一下先，嗰啲隱藏關卡我試下通而家。咁到時敬請期待，同埋如果呢喺12月31號之前50個訂閱嘅話呢，我就會有一個跨年直播。如果你哋係支持嘅，就同埋未訂閱嘅觀眾就快啲訂閱啦。訂閱去到50個訂閱我就會直播，咁就睇下你哋嗰啲點擊率啊，直播就得唔得啦？如果唔得嘅話呢，都唔緊要嘅，就會喺1月1號凌晨1點鐘，我會喺12點半呢就結束咗啦。如果係影片嘅話呢，就12點半結束，跟住如果係直播呢，都係12點半結束。跟住之後就會將佢變咗做影片，直接就會放上 YouTube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可以直播嘅話，剩翻10幾日就1月1號啦。如果想睇我倒數嘅話呢，就未訂閱嘅快啲訂閱，同埋點讚支持分享俾你哋屋企人朋友，記得諗住牆壁跳。
不過唔緊要，我哋刷新咗幾次，應該會喺度刷新緊嗰啲 E 幣啊，遊戲幣。咁我而家完全係喺度刷新緊。哎呀，我哋整蠱下人先，玩遊戲整蠱。喂，整蠱唔到，打你落去。誒，有一個，不過唔得，打近咗，走捷徑啊直接，走捷徑就係王道。直接走捷徑，刷新多幾次嗰啲金幣，跟住之後買嗰變裝嗰啲錘仔啊嗰啲俾大家睇下巨型錘仔。跟住陣間哇，同我玩陰嘅，睇夠錢買未先？要買都買咗呢個隱形斗篷先喎。同埋夠唔夠錢買呢個啊？夠錢買埋呢個隱形斗篷，我就可以買。隱形冇問題，簡簡單單，第一人稱。再一個。令我仲未碰到雷射，冇第一人稱，好勁，捷徑，嘥咗個隱形斗篷，跳嗰個人有隱形。哇，咁樣幾整蠱人，其實如係喎，真係喎，各位觀眾，我差啲跌落去，刷新咗先快啲。哦，刷新記錄。拍咁長嘅一段片，我就係為咗刷新紀錄，同觀眾們喺度一齊玩，同埋而家竟然有呢個頻道幾個月，就係咧，我諗過咧開多幾個頻道，同啲觀眾聯營，因為有班部分嘅觀眾或者同學同我講，佢哋都想做 YouTuber， 跟住之後就想同我聯營。不過我有個同學朋友幾成功啊！佢咧多一個訂閱，32個訂閱，佢仲有一個都成功，都係成功嘅。不過係佢同佢媽咪一齊聯營啊！係啊，冇錯，係佢同佢媽咪一齊聯營。不過你哋又唔可以覺得好驚奇喎，因為有啲家長係真係可以同小朋友聯營個頻道喎。佢哋嗰啲點閱率而家都唔錯啊，1點幾% 嘅，即係1點幾萬嘅訂閱都唔錯。不過咧，我製住呢個頻道咧，就唔係咩嘅。冇事，買呢個
問呢個輕而易舉啊！冇啊，唔得。插幣中哦，自作自受。喂，我真係終於學到咩叫自作自受。跳，哎呀！同埋咧，早排咧，觀眾們咧，應該有啲同學嘅觀眾咧，都知道啊。我今日返學同，其實大家覺得今日返學咧係都比較開心。雖然冇咗個我學校咧就冇咗聖誕聯歡會，唔知咁多位觀眾朋友們咧，小朋友嘅觀眾朋友們咧，就係咪啦？我哋學校就冇咗聖誕聯歡會，又唔可以話冇咗嘅，都算可以嘅。但係就都有好多嘢食，搞大食會㗎，不過搞到課室好污糟啊！仲有一點喎，就係咧嗰啲嘢食啊，佢好多零食啊食啊，同埋啱啱觀眾們有啲同學嘅觀眾咧都有問過我最近冇返學咩事，係病咗嘅。其實我話俾你聽，喺影片度話講，都有個同學知道咗之後係好關心我，有寫嗰啲心意卡啊。我係真係我病嗰陣係住醫院係辛苦，真係唔想嗰位觀眾入醫院。入醫院係真係辛苦喎，又要抽血嗰啲，雖然都係會痛，但係大個咗嚟講嘅話，細個就會理所當然會覺得痛啦，但係大個咗就唔係話太痛，大個咗覺得俾蚊針，但之後咧就會痛啊，因為我係入醫院好嚴重嗰啲腸胃炎，吊鹽水，跟住之後吊咗足足2日，跟住就掹條管嗰陣爆血咯，流血，不過又唔可以話爆嘅，有流都算。我嗰陣時冇睇得清楚，因為冇戴眼鏡，好似，有觀眾加入咗，觀眾落嚟，揾觀眾。Hello，佢都有玩呢個 game 㗎。我巴掌戰鬥，巴一下佢先。我交換藥水啊！我同佢交換咗啊！哇！俾我整蠱到啊！佢同我交換咗，嗰個觀眾今日先送咗聖誕禮物俾我，同佢同一間學校啊！嗰個觀眾就係扭蛋王啊！記唔記得啊？有部分睇咗我片嘅觀眾應該都記得㗎。上次同一齊拍 K74嗰台 K75P， 好等佢喺度爆佢。Nice！ 我而家拍緊片，你唔信嘅話，聽日睇我 YouTube。做乜啲字會變咗做井號嘅？唔信嘅，聽日睇我 YouTube。我都係井號喎，到底咩事啊？
隱形嘅，啲人成日打我，第一人稱去解決，我根本就係，哇！大鑊！喂，觀眾，變返圓樣啦！哇！佢都未喎，兩位一齊 KO， 佢係都要挑戰呢個，冇計同佢一齊挑戰。哎唷！小心點啊！哦，他回到起點了，他。佢行呢度，呵呵，跑快過去。唔好走住。哎呀，佢走先喎。我巴掌戰鬥。哦，觀眾單挑。單挑喎，觀眾。哼。不妨話俾你哋聽啦，其實咧，我之前點請到呢位觀眾呢？人呢？哇！嬲到退出咗遊戲，單挑喎。之前啱啱嗰位觀眾咧，之前係我點樣請到佢？其實我同佢同學嚟嘅，呢個係可以話俾你哋聽嘅秘密。不過而家繼續刷新嗰啲記錄先，5秒。應該甩咗，睇個大錘仔可以買東西先。Roblox 99 Robux 未聽過，但好似99 Robux 咁貴啊！而家哇氣電啊，他得哇激到我講普通話。氣電啊！之前唔係咁多噶，之前1 Robux 啫嘛，而家蝦啲小朋友。19秒，唔理我走，我等呢19秒，不如咩？等呢19秒，我不如繼續挑戰。唉，飛咗落去添。問題唔大，我呢個視圈可以好快上到去，間接作弊，間接作弊啊！各位觀眾，哦，跑！哎呀，唔得啦！決心通關！哇！決心我要。預知念1、2、3，咁熟嘅呢個咩？要傳小狗巴士咪唔會佢啩？喂，係啊，頂住頭啊！頂住我頭啊！得，
作弊成功，走捷徑，耶！捷徑萬歲。不過有時走捷徑都好唔方便。有時走捷徑快得嚟都會無啦啦跌咗落去，嗰啲地下又要重新嚟過一次。不過今日大快轉，睇下咩叫 speed run。speed run。速通啊！哎呀，唔記得咗。好快追翻我哋嘅進度啊！OK。哇！追翻我啲進度，不過都要挑戰嘅。同埋各位觀眾呢，你睇到呢段片嘅同時呢，39A 嗰段片呢，你哋應該都會睇到噶啦。我係同一日發布嘅，咁你就估下到底我答嗰個 ATE 定係 ATEU， 我唔會有任何線索噶喎。嗰個你哋仲要記住，一嚿錢買未呢？未夠錢，我退出咗遊戲先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啊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